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莎的台语教室，我是丽莎。前一阵我有出过一个紧急漂蓝包的影片，有袂少人叫我买当出一个台语版本的来教漂蓝包内底物件的台语。恁的心声我听到啊，今日我就是要来教大家漂蓝包内底物件的台语。可能番組は無人贊助足可憐的，希望大家當多多支持でお願いします。娃娃 TV。大家看到遐尼侪物件，咱即摆就一项一项来介绍。头一个咧是一桶，一桶咧号做水。咱人逐工拢爱啉水，啊除了水以外咧，咱阁爱食物件，所以我準備幾項會當止枵的物件，親像我著有準備，這是餅，這嘛是餅，啊閣有這紅豆粉粿，閣刷落來咧是這是保暖毯啊。伫外口會寒的時陣咧，就會當鐵開來夾。啊，這咧是雨襪，落雨天的時陣咧，就會當揢來穿，安尼較方便，嘛較袂感冒。好，啊，這咧是手套，伫外口掛手套較袂受傷。這咧是鎖仔，伫郊外要過河，還是要爬山攏會使用，甚至是你佇樓頂嘛會當用伊爬去樓骹。好，啊，這咧是刀仔。伫外口咧會當切物件，這起遮咧會當撩茶，後壁遮咧會當講喙玻璃，下骹遮咧會當掛鎖仔。好，啊這咧拍開咧是一個拍火石，遮有一個刀片是用來寫這拍火石會當來點火的。啊，這個拍火石遮咧有一個指南針，這掛遮咧有一個品仔。另外，我閣有加傳幾個品仔是會當掛佇漂藍包外口明顯的所在，安尼要用隨時就有啊。另外，我閣有準備賴達，嘛是會當用來點火的服務鏡，會當用來擋沙石，保護家己的目睭。喙罨保護家己，嘛保護別人。啊，這包咧是急救包，內底咧有 OK 繃、消毒棉、藥水布才急救的物件。啊，這包較細包的咧是放一寡較簡單的生活用品，親像起膏、起敏、衛生紙，還閣有查某囡仔足需要的衛生棉。好，啊，最後一項咧是伊是手電，嘛是收音機。收音機的台語咧，嘛會當講做是垃圾哦。垃圾哦咧是日本發音。啊，我這個手電收音機咧有一個特別的功能，就是咧伊是用手動發電加太陽能發電，完全毋免用到電池。另外，遮咧閣會當插家己的手機啊，來甲手機啊充電。好，我介紹了啊，這就是我緊急漂藍包內底所有的物件，分享互大家知影。安尼大家就知影遮的物件用台語要安怎講啊吼。建議大家咧嘛會當甲我共款準備一個緊急漂藍包放佇厝裡咯。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這，你若想喜歡我影片的話咧，莫袂記幫我按讚，閣愛分享出去。啊，要訂閱觀眾朋友咧，嘛袂記幫我按一下訂閱咧，記拍邊個小鈴鐺，安尼才能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你上網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歡迎大家幫我 follow 一下讚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後一個節目再會。